另外，要来关心的是一场意外消息，这是高雄桥仔头教位派出所头前呢，昨下晡是有车烧弄，而且佮冤家。警方出去要甲了解，也毋过呢，这事主看到警察一个来随准备要来浪讲，警方是随开枪甲伊阻挡，毋过煞险啊，互弄着。即马已经甲涉案3个人拢甲抓起来，初步了解，那像就是感情的问题所引起的纠纷。 初七下晡4点钟，高雄桥仔头港柜派出所员警听到外口有人喊甲大细声走出来看，发现2台车挡伫咧路中，一个查甫人大力地拍倒边这台车的玻璃，看到员警出来起卡就走，上车准备要浪港。员警看办事毋对，牙称爱嫌犯停车，嫌犯无咧信，警方随开一枪弹着驾驶座的门，嫌犯也是油门打咧就走。加在员警闪了紧，敢若手有淡薄刺伤。公山分局随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追查。 陆续在高雄市左营及鼓山区，将涉案39岁陈男、33岁郭男、25岁谢女等3人查缉到案，全案依刑法加重妨碍公务、恐吓及妨害自由等罪嫌，移送侦办。 警方表示，开车弄警察的迄台车车顶拢总负5个人，目前搁剩开车甲落车拍人车门的这2个也被找到。警方已经将押身份通知2人到案说明。警方表示，初步了解是因为感情问题所引起的纠纷。今年3月，严男前女友发现严男带女性友人出入租屋处，而引发争执。昨7日，因租屋处租约到期，要点交房屋时， 前女友遂联系朋友们取回物品，而致本起纠纷。小小的感情问题，最后却因为技检开车弄员警愈舞愈大条。警方表示，驾驶技检弄员警的行为已经犯着妨害公务罪，相当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也是罚金。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采访报道。